仰头哥来到东浦，推动央政府在初半日议会会期开始的第一日，都针对白白风采重建的工作，跨年度提编40亿元的特别预算，本但系希望透过年度预算审查，尽快完成在后重建的工作。不过，这个提案受到部分议员的反对，因为央政府按嚟做系商品议会嘅监督。这个参详过后，推动央政府也决定遵从议会嘅意见，用最佳年度预算的方式来编列重建的经费。去年8月8號，莫拉克風采就推動造新的50年內最大嘅債券，根據重建特別條例，總共拿出嚟調轉款用來重建債企。為了跳過反測嘅行政常識，加緊在後重建嘅速度，推動人政府嘅重建委員會到3月29日人議會開議嘅時，提出將呢一條獎金42嘅經費變作包含99年到100年為期3年嘅特別預算。如果這個預算已經確定了，我們的業務單位他在辦理發包招標的時候，他就可以做整體的規劃，甚至整體的發包。不過，人政府嘅兩項提案，沙本當到人議人反對，規避你的監督嘛。時間一久了，我也不曉得你這個錢怎麼樣，到底是個錢有全部進來呢，或者是有被收回呢，也不清楚啦。因為這個時候你們議會都通過了嘛。對議會嘅反應，人政府表示，根據預算法83條第3款規定，若重大債變就得能夠提出特別預算。人政府嘅提案係入法律根據嘅，不過為了遵從議會，人政府團隊趕緊開會之後，決定沖散資料。原來我們打算列在99年度的這些莫拉克風災的這些計劃，我們會把它納到99年度總預算的第一次追加減預算，那我們也會盡快作業。債企重建工作一時然慢唔得，推動人政府就表示，到5月份人議會第一擺天氣大會後，就會將800重建經費用對價預算嘅方式送到議會審查，希望做得到向民事機關負責，協助債企重建兩者之間達到一個平衡。客家新聞從準，推動報道。